大家好，我係心齋南懷瑾老師。人冇倒霉過，永遠冇出息。人生嘅道理太得意嘅時候，碰到一點嘅倒霉挫折，如果你懂易經，反而應該係好運氣。假如一個人永遠喺好運裏邊，呢個人就玩完啦。佢永遠冇大嘅出息，所以少少地懲罰佢，就唔會做大嘅壞事。呢個反而係小人嘅福氣。一個人冇倒霉過，就永遠冇出息啦。一個領導人好似有啲帝王，將自己最心愛嘅大臣一下子革去，唔讓佢幹啦，或者係將宰相一下子派去當縣長，或者係鄉鎮長，就係呢個道理。呢啲都係高明嘅帝王，希望呢個部屬將來能有更大嘅擔當。呢個就係叫做小情而大戒，小人之福也嘅道理啦。孔子點樣悟到呢個道理呢？斷咗腳趾學個乖，係孔夫子嘅因果觀。佢睇到細噏卦初九爻嘅爻辭，呢個爻辭係具教滅子無咎。孔子講此之為也，呢個爻就係呢個道理啦。具教就係我哋台灣過去穿嘅木拖板，我哋中國古人唔穿鞋子，係穿木屐㗎。木屐加咗個邊就叫做具教。滅子就係穿住木屐走路，腳歪咗一下，將腳趾頭碰傷、碰斷咗嘅意思。卜到呢個卦就要去做生意，就會倒霉啦，會賠本。不過冇關係，傷咗一個小腳趾頭而已。雖然有啲唔順，但係仲係小災。細噏卦一路都係空卦，初九爻係無咎，冇問題，冇毛病。但係人已經傷啦，腳趾頭亦斷啦。點解係會講無咎呢？無咎唔算係好壞嘅運氣，仲算係唔錯㗎。由此孔子悟到人生嘅道理。雖然指頭傷啦，呢個係小傷啦，不然呢個人走路永遠都唔注意，唔小心，如果跌倒或者係中風啦，變成半身不遂，嗰個麻煩就大啦，更糟糕啦。所以講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情，呢個就係道理啦。呢個係孔子解釋呢個卦初九爻嘅爻辭，所以引申出嚟嘅人生哲理。雜誌易經係傳別講，夫憂者所以為昌也。一個人隨時有憂患意識就有前途啦。如果忘記咗憂患而傲慢自大，自以為了不起，呢個人非失敗不可。越覺得自己唔夠嘅人，越係會成功。所以憂患就係最後成功嘅條件。一個國家係咁樣，孟子亦講過，一個國家無敵國外患者，國行亡。一個國家冇敵人，亦冇外面嘅力量嚟威脅你，呢個國家睇起嚟好太平，其實危險極啦，係亡國嘅象徵。太平日子過得太舒服，一旦有事發生，毫無抗拒之力，自然就會亡啦。雜誌列子益說，南懷瑾老師唔好睇唔起任何一個人。我哋要知道，人都係天生有傲慢嘅，有時候對事情嘅處理一點自信都冇，呢個係心理嘅問題，亦係大眾嘅心理。譬如俾諸位中間任何一個人，所謂見危受命，你有時候會喪失咗呢個信念，心裏邊非常空虛。喺呢個地方就需要真正嘅學問。呢個學問唔係喺書本上邊，呢個就係自重。所以一個人冇自信，亦唔自己重視自己，唔自尊，學則不固，呢個學問就唔穩固啦。呢個知識對你冇用。因此我哋必須建立起自己嘅人格，自己嘅信心嚟。咁樣無有不如己者係講乜嘢呢？
係講唔好睇唔起任何一個人，唔好認為任何一個人不如自己。上一句係自重，下一句係尊重人家。我哋既然要自尊，同時亦要尊重每一個人嘅自尊心。無有不如己者，唔好認為你嘅朋友不如你，冇一個朋友係不如你嘅。世界上嘅人聰明智慧大約相差不多，反應快叫做聰明，反應慢就叫做笨。你騙咗聰明嘅人，佢馬上會知道；你騙咗笨嘅人，儘管過咗幾十年，佢到死終係會清楚㗎。難道有人真係笨到俾你死咗都唔知？呢個道理要注意。所以唔好睇唔起任何人。人同人相交各有各嘅長處，佢呢一點唔啱，另一點會啱㗎。有兩個重點要注意：不因其人而廢其言，不因其言而廢其人。呢一個家伙行為太混帳啦，但係有時候佢講嘅一句話意見好好，你要注意，唔好因為佢呢個人嘅人格有問題，或者對佢嘅印象唔好，而對佢嘅好主意硬要唔肯聽，嗰個就唔啱啦。有時候不因其言而廢其人。呢個人一開口就罵人，講粗口，你認為呢個粗話土包子冇學問，然後將佢整個人格都睇低啦，呢個係唔啱㗎，唔能夠偏差。無有不如己者，呢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佢嘅長處，我哋應該用其長而捨其短，所以過則勿但改，因為睇到每一個人嘅長處，發現自己嘅缺點，咁樣唔好怕改過，呢個就係真學問啦。據心理學嘅研究，人對自己嘅過錯好容易發現，每個人自己做錯咗事，講錯咗話，自己知唔知呢？知，但係人類有個毛病，尤其唔係真有修養嘅人，對呢個毛病改唔過嚟。呢個毛病就係明明知道自己錯咗，第二秒鐘就揾出好多理由支持自己錯誤，完全係啱㗎。越諗自己越冇錯，尤其係事業稍有成就嘅人，呢個毛病一犯就毫無辦法。所以過錯一經發現之後，就要勇於改過，先至係真學問、真道德。本文摘自《易經》係傳，別講。多謝收聽，祝一切順利，隨遇而安，隨緣自在。